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兄弟姊妹，大家搞早，大家搞早，平安。咱要来礼拜，咱先安静咱的心，将咱的行动电话，甲切做静音。若无晓切的人去请教别人。我大概伫后壁听到礼拜中拢叮咚叮咚，毋知一个提醒牧师
公道好煞，也是提醒讲咱会用来走啊。吼，拜托大家为着保持礼拜的庄严，咱一礼拜点半钟的时间，甲上帝约会尔。啊，你甲上帝约会，搁带别个女朋友伫边啊。吼，来，咱将咱的行动电话来切入静音。会前的诗，耶和华早已是你会听我的声。
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毋通倚靠你家己的牛。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认伊。伊要指点你的路，毋通家己掠做智慧，着敬畏耶和华，离开歹代。咱来吟圣诗，圣诗第67首，我心俄勒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心俄勒上帝，主怜悯我的病，天地万物三甲音声，俄勒伊大尊名，求我长远追转，强强大海关山，显明伊大权能眼光，仁爱公义照正。我心俄勒上帝，世间情人的病，空中飞鸟吟诗出声，俄勒伊大尊名，溪水草木青翠，风花过枝桥水，日光照来凉风吹来，空气大仁爱。我心俄勒上帝，天的本对之家，水望歹代暂时昌行，公义稳当必成。千古灵高百丈，尊的自由，伊的教会合作之家，荣光归伫上帝。阿门。咱有缘家弟，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现在咱要来交读启示文第28篇，启示文第28，圣诗的后壁边。启示文28，现着我来刻，请咱兄弟来印。启示文28，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捌我。你对远知我的念头。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即款的财物，
奇妙我袂话测度。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心，你的神。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踢开清早的室，就若伫你的手也要引带我。我若讲黑暗要压砍我，就黑暗也袂话压砍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上帝啊，你的意思对着我到遮宝贝。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看我有甚物歹所行无。咱同心来祈祷。学到至尊、至大、至圣，爸上帝，你的慈爱伫天里、伫地里充满世界。你的信息到伫强冲，你的义亲像极悬的山，你的判断是亲像深渊。上主啊，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世间人秘伫你实骨的指引下，感谢你。活命的源头，愿求你赏赐。伫你的光，愿要看见光。愿你常常用你的公义，施予心内正直的人。恳求爸上帝赏赐智慧、聪明，互专心找你的人。赏赐阮正经义有健全的心智，甲肉体勇健，通跑走军队主耶稣的道路、真理。甲活命，愿阮受调的囝儿查某囝，通日学老思想你的话语。愿阮伫一切的生活中，荣光主的名，通做主搁活的见证人。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现时献歌队用耶稣耶稣用听充满我。
咱来恭守上帝的话。今仔要看的经节是伫圣经旧约箴言第4章的23节到27节。台语汉语本696页。咱老早家己的圣经诗的人，咱来献。箴言第4章23节到27节。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你的喙着除去邪僻，你的嘴唇着离开虚伪，你的目睭着看直直，你的目睭着看头前，着修平你的脚的路，着坚固你拢总的路途。毋通偏左偏右，着互你的脚离开歹。现在，我心更深来尊重，我心更在对你讲，提醒我的主。我心更深来尊重，我心只在对你讲，提醒我的主。讲到，咱今仔邀请台北中会林义关牧师，伊讲到的题目是保守咱的心，特别介绍者。顶礼拜来讲道的是啥物牧师？会记哩无？陈国成牧师，两个共一间教会咧服侍啦。嘛林义关牧师嘛真拄好是咱台中中会退休的牧师，一个真敖唱歌的牧师的查某囝，安尼介绍到遮就好吼。所以呢，互伊家己介绍。里面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做伙组织来敬拜伊。诗人安尼讲，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当咱进入圣殿的时阵，感谢甲懊恼是咱大圣着爱往上帝所献的祭。伫咱礼拜一开始所吟圣诗363首，伊遐讲到耶和华啊，早起时求你听阮的祈祷的声。当阮入你的圣殿的时阵，阮要摆列阮的祈祷；入你的圣殿，阮要来孝念你的慈爱。当咱入来伫上帝的圣殿、上帝的家的时阵，咱头一项就是来诉说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有遮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听阮的上帝。阮每一个人的一生，拢伫主你的手中。主，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要来渴慕你。对阮的心，阮要吟讲。主，你是阮至圣的主，主，你是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互阮搁一摆将阮的生命放伫你的手中，放下阮家己。我要求上帝，你来掌管阮的心，互圣神来充满，互阮会当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来思考阮的人生，来做阮每一个服侍。来疼惜阮的厝边，来疼惜阮的教会，
疼惜阮的兄弟姊妹。阮来到伫你的面前，求你用你的话语，搁一摆来起造阮信仰的根基。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一个美国的文学家，伊讲一句话，伊讲：咱每一天第一项事，就是爱甲家己讲，今仔日有一个好代志要来发生。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自己一些好消息。当咱今早起床的时阵，你有对家己讲好话无？你的心有看见美好的事要发生无？爱尔兰有一个名言，安尼讲 ：“Today is a beautiful day. God is merciful。”意思就是讲，今仔日是美好的一天，上帝是充满慈悲怜悯的上帝。这句话要鼓励咱，伫一天的一开始，咱就爱讲好话，咱就爱有正面的思想。伫这个时阵，咱家己家己来讲，今仔日是美好的一天。上帝是充满慈悲怜悯的，上帝是充满慈悲怜悯的。光明的思想会带来光明的快乐，美善的快乐。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万物的中间唯一会晓思考的，人会晓跪落伫主的面前来祈祷，来敬拜，人嘛会晓合双手来感谢上帝。所以，真做一个会晓思考的被造物，思考会产生一个思想，思想会转化做一个智慧，智慧互人会当真做一个真正的人。人的思想会当展现出伊对生命、对信仰的价值甲意义。咱来想看觅，每一个主日的礼拜，当咱来到教会的时阵，咱的心拢咧想什么？咱是欢喜，较无要来敬拜，要来服侍，还是咱会感觉到来教会是一个习惯？是一个责任，无来袂使。基督徒的信仰袂当离开一个思想。有一句话安尼讲：哪里有思想，哪里就有力量。倒位有一个思想，倒位就有一个快乐。所以思想是一个快乐。有一位诗人安尼讲：黑暗随望互我一个黑暗的目睭，总是我却用这个黑暗来超出光明。耶稣嘛甲咱讲，有光进入伫咱的心，黑暗就会安那，黑暗就会离开。所以有光明的思想，就带来一个光明、积极、正面的快乐。思想决定生命的结局。有一首真有名的诗，叫做《所有美善力量》，是一位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伊所写的。这首歌嘛被谱作一个真好听的一首诗歌。潘霍华牧师伊会写这首诗，伊的背景是，当伊伫咧反抗这个纳粹时阵，伊受到被关伫监狱的内面，总是伫监狱的中间，当伊伫咧思考这个生命的价值甲意义，以及伊对上帝的领受，伊却会当伫这首的诗《所有美善力量》来表达出伊对上帝迄种的信心甲信靠。这首歌有真侪歌词，其中有2节，安尼提着讲。所有美善的快乐，拢静静地包围、奇妙、安慰、保守咱每一天。
随梦伊伫感觉的中间，伊犹久会当对伊的心中发出对上帝信仰的一个信号。其中一则的歌词嘛安尼讲：若是你爱阮来接这个沉重的苦杯，我手无掣，我满心感谢来领受。这个沉重的苦杯压伫伊的心上，伊要受处死刑，伊的心真沉重。总是却会当对伊的死的中间来表达出伊对上帝的信靠，迄种坚定的信仰。咱嘛知，伊创世纪这位真有名的约瑟，当伊伫少年的时阵、细汉的时阵，受到伊的阿兄才会误解，然后甲伊出卖。总是到伫最后，当因搁一摆见面的时阵，这个阿兄嘛真惊兄这个小弟会甲伊报复。总是约瑟，伊却讲出一句话，伊讲：前恁的意思是歹，总是上帝的意思是好，要透过我来保全侪侪人的性命。所以，什么是保守咱的心？保守咱的心，就是保守咱的思想，保守我们的思想。今仔日的经文安尼讲，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会当翻译做生命的源头是对咱的心来发出。伊是活命的根源，伊是活命的根源，讲出着尽力来保守咱的心的这个重要性。因为心是活命的根源，所以咱就要尽力来保守伊。伫遮所讲的心是甚物咧？是器官吗？是干那一个情绪感觉尔吗？圣经的用词，一个心是咧指一个人的意志，一个人的知觉意识。除了有理性顶面的思想，咱的心犹佫包括咱的感情甲意志。经文讲，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上帝。而且听主是要用咱的感情、用咱的全灵投入来听咱的主。所以，这个心是代表咱整体的人，不是干那一个部分，是咱整体身心灵。保守咱的心，就是保守咱的思想，包括咱的情绪，咱有健康的情绪，咱有正确的想法，咱有充满价值性的动机，这会拢矫正人伫身心灵各方面，才有平安，有平安就有健康。法国有一个文学家叫做雨果，伊讲，伫这个世界最宽广的物件是甚物？伫这个世界，咱想咧，伫这个世界上宽广、上阔的物件是甚物？海洋。比这个海洋更较阔的是甚物？是天空。阁有比天空更较阔的物件是甚物？人的心。所以，咱的心有无限的可能性。咱的心，当咱有耶稣基督的心，亲像今仔日圣歌对所吟的耶稣耶稣，应听来充满阮。充满了安怎？咱就会当去听咱的厝边。这个厝边不是咱家己选的，是上帝甲咱安排的。咱来到伫教会，咱无法度选择咱的兄弟姊妹。教会无法度选择信徒，信徒意爱来伫教会是一个大熔炉，各式各样的人拢会来到伫教会。教会门是接纳每一个人的。总是人的心，当伊的心会当比海洋会当比天顶搁较宽的时阵，伊会当接纳各种的人。
所以伫即个世界，上快的，就是咱人的心灵、人的心性、人的胸襟。有一个故事真趣味，安尼讲有一个咧旅行的人，伊行到一个大城市的时阵，伊就大声问伫伊的边仔有一个老大人，伊就问即个老大人讲：“哎，老大人，住伫即个城市，拢是啥物种款的人啊？”即个老大人伊就问即个咧旅行的人讲：“啊，小伙子啊，无你讲看卖，你原本所徛起的城市，拢是啥物种款的人？”即个小伙子伊就讲，伊讲哦，拢足恐怖的人呢。无论对逐方面来看吼，即个人拢足自私的。哦，拢是安尼，拢无讲真好势。即个老大人就甲讲，若安尼，你嘛会发现，你即马骹所搭的即个城市，嘛是即款的人啊。所以，即个旅行的人，伊就安那，伊就离开，然后来了第二个咧旅行的人，伊嘛问即个老大人同款的问题，讲老大人啊，即个城市所住的人，拢是啥物种款的人啊？即个老大人嘛是问即个少年家讲：啊，无你讲看卖，你原本徛起的城市的人，拢啥物种款的人啊？第二个即个旅行的人，伊就讲：哦，迄个城市的人吼，因拢足善良呢，因拢足好斗阵，拢足诚实，嘛足勤劳，足友善的，足大方的。我要离开迄个所在吼，互我感觉足毋甘呢。然后即个老大人就甲伊讲：若安尼，你嘛会发现，你即时阵骹所搭的即个城市的人，嘛是拢安尼的人呢。兄弟姊妹，咱听到即个小小的故事，你有啥物感觉？箴言15章30节安尼讲：目睭的光明，互心欢喜；好消息为轮得骨，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人的思想好比是一个属灵的镇定，咱每一天拢咧甲咱的思想意念伫咧相战，好歹拢进入伫咱的心中，咱拢伫咧相战。八福其中安尼讲：清心的人，心内清洁的人，会当看见上帝。清心的人要看见上帝，所以咱爱常常好好啊来保守咱的心，咱爱保护，咱爱常常供应伊有教育的养分养分，咱爱常常来透过各种的方式，来互咱的心来得到恢复，得到医治。咱嘛爱节制咱的心，所以保守心要安怎保守？上好的方法就是将上帝话放伫咱的心内。咱做伙来读这段的这个金句吼，诗篇119篇11节安尼讲：我将你的言语放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将上帝话放伫心内，免得来得罪上帝。当人的想法、思想有上帝保守，就袂混乱，就袂偏离。诗人安尼讲：欢喜耶和华的律法，明日三思的。伊要亲像树安那栽伫水边、溪水边，要照时来结果子，叶嘛袂打去，所行一尽拢行通。所以，一个人会当将上帝话语来栽进伫心内，将这个真理，毋那是读、看、听尔，佫会当活出来，佫会当行出来，这才是咱
读圣经上大的目的，听道咱嘛爱行道。有上帝话伫咱的心内，咱就有健康，咱就有勇敢，咱就有信心。伫人的一生的中间，难免有孤单的时。孤单的时，上帝话就安那甲咱讲。上帝话讲：我决断无放杀你，决断无离开你。当咱难免会看路，会忧愁，会忧虑。当咱看路的时，上帝话就甲咱安那讲，就讲无得为着明仔日看路，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看路，一日的艰苦，第一日就安那到也就够了。一天会打，一天来打就到也。当咱感觉生活复习，感觉重担的时，耶稣的话安那甲咱讲，伊就讲：你既然着我担重担的人，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来安息。所以咱就知影，咱来到伫主的面前，咱的心通得到安息甲快活。当咱惊吓的时阵，安怎？上帝话甲咱讲，你着勇敢壮胆，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打落去，耶和华上帝要甲你治定。当咱情绪真歹，想要受气的时，上帝话就进入咱的心，安那讲，恁受气就毋通犯罪哦。有激受气，毋通到日落，生气到日落之前就要怎么样？就要收掉。咱看到大卫甲歌利亚咧相争的时阵，大卫伊无愿意穿伊正甲，伊穿正甲，举刀举枪，感觉做袂舒适，这毋是伊原本的人，所以伊甲遮的正甲拢甲脱掉，伊用一箍人面对穿正甲个悬大的歌利亚。歌利亚真藐视上帝，总是大卫对伊讲：伊讲耶和华是救我脱离狮形的爪，但耶和华上帝，伊嘛要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歌利亚的手。大卫嘛这个歌利亚讲：你来挖滚我，你是用刀、用枪、用剑，总是我来挖滚你，我是用万军耶和华的名。当大卫伊用上帝话咧宣告伫伊内心产生，靠着耶和华，伊对上帝的认捌，甲对上帝话语深深才会领受。伊勇敢宣告的时阵，咱看到最后，大卫用这个石头ฮ็这个歌利亚的头壳，歌利亚死伫伊的手下，敢若5粒石头啊尔，就会当镇赢这个歌利亚。所以保守咱的心，用上帝的话诚做咱的防卫。今仔日的经文箴言第4章24节到27节，安那讲，咱做伙来读。你的喙着除去邪僻，你的嘴唇着离开行恶，你的目睭着看直直，你的目睭着看头前，着修平你的脚的路，着坚固你朗总的路途，毋通偏左偏右，着互你的脚离开歹。这好亲像是一个健康检查，对咱信仰的一个健康检查，来检查咱的心、咱的喙、咱的目睭、咱的脚，对目睭到脚，整个咱拢爱来军队智慧的道路。所以大圣伊讲着，咱的喙着要除去邪僻，咱的嘴唇着要离开行恶。上帝嘛讲，咱的心内安怎想，喙就会讲出什么种的话，心内面安怎想，咱就讲出来，咱就行出来。所以咱爱离开这不诚实的话语，这白贼话，
伫遮嘛讲到咱的目睭，就爱看直直，嘛爱看头前。遮咧甲咱提醒，咱爱伫生命中间，咱来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的目标。生命爱不断向前行，健康有快乐，有稳定的目标，靠着上帝，安那向着标杆往前跑，袂记得后面的事，咱头前的标来跑走。所以咱不要垂头丧气，咱的脚就爱修平，咱的脚就爱坚固。伫遮咧讲到，咱无偏离上帝的道理，咱也不超捷径。伫信仰的道路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脚印，实实在在对主来行。咱就专心向前，无离，专心向前，不偏左，不偏右，咱的脚离开歹。美国的文学家爱默生，伊讲这段话来提醒咱。伊讲，每一暗当咱要困的进前，咱就爱甲咱的心灵，咱爱关门哦。你关什么种的门？关这个怨恨的门，埋怨的门，黑暗的门。咱爱将唔对的、无好的事，甲伊忘掉，关门。然后咱来期待明仔日有一个重新好的开始。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检测也有侪侪只的重担、艰难挑战。咱的心也佫有看路、惊吓、忧闷，总是咱求主保守咱的心，互上帝的话来成做咱生命的第一道的防线，第一道防线。借着上帝的话，咱心存愿望，嘴讲好话，互咱讲咱伫教会彼此祝福。祝福原本的意思就是讲好话。咱要祝福别人，爱讲好的话。咱来自心看耶稣，咱的脚也坚定徛伫上帝真道理的顶面。下礼拜教会节期要进入什么种的节期？中秋节主日，要开始进入受难周。咱看到耶稣伊受苦受难的过程，伊的嘴无讲出无好听的话，当伊的心感觉到逼迫、艰苦、痛苦的时阵，伊无离开上帝。伊到倒位去祈祷？克西马尼园。伫迄个所在，伊无暗藏伊的情绪。耶稣伊安怎讲？伊甲上帝阿爸爸上帝讲：我的心真忧闷，到要死。这是马太福音26章38节。咱当看到耶稣人性顶面，伊面对死亡的惊吓甲痛苦，伊讲：我的心真忧闷，到要死啊！总是耶稣伊无一直陷落伫即个忧苦黑暗的深渊。经文继续讲，伊讲伊面趴伫地里，伊只有祈祷。伫伊痛苦的时阵、忧苦的时阵，伊用祈祷来交托伊的生命。伊甲爸上帝讲：我的爸啊，若会做得，就互即个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你甲上帝讲，如果即个苦杯会当刷开，安尼你甲刷开。总是若是即个苦杯是你爱我啉，安尼我啉。所以即句话表明，伊要将伊的生命好歹拢交托伫主的手中。只有祈祷会当来保守咱的心。祈祷。甲你的好的、歹拢甲上帝讲，甲你的艰难、欢喜、
一切拢甲上帝讲。感谢主，互咱会当透过吟诗，吟诗就是一个祈祷。所以咱的心内若存搁较侪诗歌，咱随时伫每一个处境，咱就有一首歌来上帝来甲伊记。这首诗我想咱拢真熟。伫圣诗古圣诗267首讲，祈祷的时，即时极好。第一节的歌词，甲咱讲到，当咱专心祈祷的时，魔鬼就甲咱安那3字。当咱祈祷的时阵，魔鬼就离开啦。魔鬼伊上惊、最害怕的就是咱基督徒跪落伫主的面前咧祈祷。所以咱知影祈祷是咱一个武器，或者会歹的思想，或者会要导航的思想，拢离开咱。咱嘛用这首诗第一节来成做咱的祈祷。祈祷的时，只是极好，我心脱离小情烦恼，苦痛就管天边明镜，将心所爱祈祷无停，我嘛拄着在于艰难，祈祷的心为你平安，可我专心祈祷的心，为何魔鬼甲我相离？当咱专心祈祷的时，会互魔鬼甲咱相离。咱当心来祈祷，拜上帝，阮伫你的面前，要将阮一切的逼迫、艰难、忧虑、重担，拢放下伫你的面前。阮知你是听阮恳求的上帝，主，阮当将阮一切摆咧伫你的面前，有声无声的祈祷，主你拢听；有声无声的祈祷，主你拢听见。因为主你是创造阮的心，当阮还未开嘴进前，主你拢已经知影阮的心思意念。求上帝你用你的心来监察阮的心，阮的心是毋是有主甲主你相连？阮的心是毋是有较无来到伫主你的面前？阮的心是毋是有心存清洁的心？主你拢知。互阮搁一摆透过上帝你的话语来炼净阮的心，互阮的心才会互魔鬼，才会要搅搅阮甲主你建立关系，才会歹的心思意念拢通离开。互阮搁一摆靠主你的话语来镇赢，才会歹的思想。主，阮感谢你，互阮的身躯、阮的心灵、阮的意志，拢受主你的圣神来掌管。主你的话嘛安尼甲阮讲，当阮体贴圣神的时阵，阮就得平安。主将这个平安赏赐伫阮正然的心中，赏赐伫阮的教会中间。阮的教会徛在伫主你的真理，一步一步跟对主你的脚步。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吟圣诗第279首，主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咱来吟全首。主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
可离，天顶的君王世间无通比，天顶的君王予我为得胜，愿你带我到天鹰点天顶。也是有艰难，也是大变迁。我决断对主，永远无野生。请坐，咱即个要来奉献，由雅云执事甲建中执事来施献。未报告大先，我先来介绍咱的新朋友，也有一位赵幸惠姊妹，伊是有参加四海读经班的，吼，伫后壁，吼，咱甲欢迎吼，欢迎你来参加咱的礼拜，多谢，请坐，吼，真欢迎。我来通知甲报告，未报告大先，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吼，咱同齐来读2遍。现在咱同齐来读2遍吼，今仔日金句来，你着尽力保。箴言4章23节，搁一摆来，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箴言4章23节。即个月当地是正业长老甲秀英执事吼，有啥物代志应该通知。有教会的聚会有担当的迄个同工吼，请咱这伊斟酌来注意吼。来教会消息，今仔日多谢林义官牧师来甲咱主理礼拜甲讲道吼，多谢伊的辛苦。
多谢。后礼拜是陈英竹牧师要来主持礼拜甲讲道。第3点，请咱兄弟注意，咱教会有要来买50本的现代台语译本的圣经，迄是白话语，佮现代台语。进前嘛有兄弟买过，因为咱即摆要买有较会用有即个数量，所以讲你若要同齐买的兄弟，这是765箍即你若普通，阮进前家己买是爱950。950，所以讲你若趁即个机会，你用去干厝遐登记，甚至交钱，甲教会同齐买，安尼会较俗。因为咱教会即摆要买50本，这是新台语新译，现代台语译本会当来参考。后来教会奖学金得奖的名单如下，我无一一来读，咱定伫3月24买。颁发奖学金，过来有登记新安宫的兄弟，读经本的兄弟，咱爱去办公室领取。全教会成4年读经的计划，就是对即个新安宫的进度已经有40人报名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进前无写，咱用补写，像我嘛还袂写咧，我嘛还袂写咧，我用补写来，即个咱进度好会选出黄河丽甲配招，对咱2024年查校员若有个需要好的手册，伫办公室也有剩14本。过来祈祷会，请咱兄弟踊跃来参加。过来较重要的是咱3月25咱后礼拜昨日手日主日了，3月25。咱教会拜一甲拜四拢有受难周的祈祷会，有担当的中级会长，请咱来致意请咱兄弟致意来参加受难周的祈祷会。伫即个3月25甲国外节的中间，请咱兄弟尽量避免参加即个宴乐的宴舍即甲主同受苦。过来，咱伫3月31，将是也要举行生命敬祖咱也有兄弟有要摕个人的相片欢迎你提供伫教会。咱3月31了要过外节要去报佳音啦，毋是报就是迄个过外节报好的消息过外节咱要出去咱的附近分即个彩蛋请兄弟致意来参加。过来，即个等下主日学有要开会同工注意。妇女团契甲社青游园伫11点20后要联合的聚会今仔日要读菲律比书的第1章过来就是3月23，过来即个拜六有陈凤祥老师的讲座欢迎兄弟拢来参加即个。其他的部分，就咱家己来看有团契有真侪消息宣团契嘛有旅游青赞团契伫3月24，嘛要去野餐这拢向咱滴。过来关怀协会的消息新的一季伫对4月就要开始每礼拜2甲拜4拢有课欢迎兄弟来参加过来，即个第6页甲第7页，第7页有教会2月份的收支报表请咱兄弟来看。过来就是迄个顶礼拜的奉献报告做领收，然后错误的请即个财务部来更正。兄弟有注意到无？第5页，遗体关怀。感谢上帝，即礼拜号做无事，无事啥？我也无事排，是毋是安尼？我有问这主编伊讲排无落排袂落毋是兄弟无病痛啦。讲足侪兄弟甲我讲我着拢无爱互教会知，无互教会知拢兄弟姊妹知，无要紧啦病痛3体祈祷。
牧师讲祈祷嘛真重要，吼，三体祈祷，有欢喜的代志嘛爱分享啦，吼，像我最近即礼拜，我就得到即个钓鱼仔的牌啊，大中港吼，即摆入去，毋免阁去换一个牌啊，吼，我嘛真欢喜，真欢喜，暗时拢会眠梦去钓着海洋，即甲大家分享欢喜的消息。昨来练正歌队的时，我嘛看到一个学声乐的在指挥，啥物人？今仔日的司琴百里吼，百里昨甲赵老师讲，叫我锻炼一下指挥咧啦。甲这正歌队的吼哥哥姐姐讲，拜托，互我指挥一下啊，练一下，我有甲录起来，吼。结果我得到一个感想啊，我讲百里。要知嘛，莫学声乐来学指挥就好啊，一支笛就好啊，吼，一支笛就挺好指挥啊，我开玩笑啦吼，真欢喜伊在成长，学指挥，指挥就爱啥，有团员互伊指挥吼，这拢真欢喜的代志，吼，来，咱来祈祷，为着啥？为着即礼拜咱拢无代志，无烦，无恼，无病。安尼来祈祷，安尼好无？好来，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即礼拜中间，阮的兄弟虽然有病痛，总是主你的喜乐甲阮伫地，阮也真欢喜。阮即礼拜伫阮的生活中有欢喜的代志，虽然嘛有悲伤的代志，总是主你拢甲阮断。你的气力甲阮伫地，互阮赢过病痛。伫病痛的中间，阮学会晓向你祈求，向你祈祷，你的力量要帮助阮赢过迄个病痛，互阮的心喜乐。感谢主，你互阮兄弟姊妹伫即礼拜拢喜乐、欢喜、平安。主啊，求你帮助，互阮教会。久欠牧者伫阮的中间，你也要听阮的祈祷，你要成即个美事伫阮的中间，毋望阮的牧师紧紧来到伫阮的中间。阮也感谢主你，互阮伫即个大灾节日的时阵，阮来思考，甲主你同行即个苦路。主，你若无告我，就阮所传的是假的；你若无告我，阮怎样要甲你直路远呢？主啊，求你帮助，互阮伫生活中做主告我的见证人。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好，来，咱兄弟吼，来起立，大家请安吼。听声心来听你。好，咱要来吟车肯的诗515首，至诚天父，阮感谢你。吟诗煞，请牧师来作导。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个，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热倒。今仔日会后死是台湾翠青，补充报告，今仔日透早蔡牧师甲牧师娘有摕一寡大同仔来，楼骹毋知还佫有无吼？咱落去若有就用摕，若无就是甲咱教讲后摆做礼拜时阵爱较早来的，才会摕着，安尼知无？随时拢有上帝教的，迄派天使教乌鸭夹肉来，好无？咱落去楼骹看佫有无？有就用摕，若无后摆恁就是较早来，7点半就来，会晓啊？楼骹有一寡大同仔，毋知还佫有无蔡牧师甲牧师娘摕来毋知安怎来，我毋知影。楼骹若有就用加减摕